我斷估你唔會揸呢個車出省長途旅行啩？係嘅話，我嗌你句勇士。又係一部新車啦，出廠日期係舊年7月份嘅，比之前嗰架仲舊咗2個月，冇更加新㗎啦，因為已經停咗產啦。官方純電續航280公里，打完折幾多自己計啦。咁喺屋企拉個排插可以充電㗎啦，呢啲係冇快充嘅。夠唔夠力呢？我幫大家試過啦，2個我咁重嘅人坐上去呢，海心沙呢個斜坡係冇問題嘅，上到嘅。上唔到嘅話，你落地推應該都唔會好吃力嘅啫。正經配置係有嘅，3個喇叭，2隻愛嚟聽歌嘅，1隻愛嚟嚇下啲同事嘅。有座椅，有方向盤，有杯架，有冷氣，有手剎。咁啊，內飾見到比之前嗰架更加多膜啦，連個方向盤都仲有套嘅嗱，呢啲膜都未喐過嘅。大燈高度可以調嘅喎，有胎壓監測，有駕駛模式切換㗎。呢架有運動模式、慳油模式。嗰啲咩卡片鎖匙啊、手機解鎖啊，唔好諗啦嚇，老老實實插條匙，一擰就着嘅啦，幾方便。揸到路邊一劈低，一擰匙咁啊收工㗎啦。如果你老婆本駕駛證淨係考過就未用過嘅，啲細路哥讀書呢，離屋企小區半徑啊2-3公里範圍內嘅，買架呢啲遮風擋雨，有瓦遮頭又唔使曬到一額汗，買下餸揸埋入市場都可能夠位，幾好，72,800。上次嗰架呢，我平一些少6萬幾賣出去嘅，呢架你哋要一樣有折扣嚇，就嚟私信我。